说人民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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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人民币，这是人民币。你看人民币有多少的呢？有100，这个呢50，有50的，还有呢20，还有呢10块，哎10块，还有呢5块，哎5块，还有呢1块，1块，5块，10块，20块，50块，100块，这就是我们人民币。老币呢？老币有10万的，对吧？10万。老币有，这叫10万，对吧？10万的，对吧？哎，对，我们这个叫10万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10万、5万，对吧？